話俾大家聽，今次我哋嘅絕食唔係去絕食俾一個冷血無情嘅政府睇，而係俾市民睇。今次更加多人加入我哋嘅抗爭行動。難避免風聲撲面路。我嘅決心有冇放棄過？有冇放棄過？有冇放棄過？我心中理念在浮游中擱淺，仍願意再次突破目前。敢於選擇實踐，人之所以可貴，是我要自由以公正態度看破一切。人的批判真諦，再分析一切，誰是誰非，解開封閉，讓我可勇敢拼搏的捍衛，留自由在這空間哪會枉費？人的些信不，我哋嘅同學冇被誤導，我哋嘅家長好清楚國民教育呢一個科就係一個洗腦教育。留自由在這空